来继续来到立法院，昨是排审着选罢法修正草案，朝野爆发着集体冲突。国民党团方指控，用1分钟就甲草案送出着委员会，是咧掩盖着民权。阿公本地纳入两党的总调已经沟通好势，要用文攻来代替着武斗，想袂到最后临时变卦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炮轰着国民党无信用，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来反击，讲这民进党才是冲突的源头。选罢法1分钟送出委员会，想要用6月起要讨一个讲法，不过报公期煞未甲真歹听。这个他的用字遣词本来就大概都是如此了啊，我个人也是蛮羡慕畜生的哈，因为畜生比较不会说别人坏话。叫做飞禽跟走兽哈，就是青鸟是属于这个在飞的嘛，然后呢这个黑熊它是属于这个兽类的嘛。草案修法将做最难战，前一天搁战选罢法，朝野加入动员比战，不过传出民进党团6点动员的时间，互泄露出去，纳入两党总调提早电话参详，以文攻代替武斗，嘛答应互民进党团来讨论，内党心内会真拼，规人讲到半暝12点，未防不收含停止讨论，得到答应了后，民进党团随搬刷推演，前往内政委员会勘察地形，这嘛伫咧社群铺文，讲会做好甲人拼输赢的心理准备，不过因为决定未透明轮手。和国民党团争到机会。徐嘉欣早困地提起就委员会抢占先机，国民党团嘛先变先，那用联部保鲜膜封入口，嘛轮流用对讲机指挥，叫人来挡民进党团的攻势。直到9点会议前啊写一个单，调回齐心严决议，将草案送出委员会。国民党傅崑萁总召清楚地告诉柯建铭，国民党愿意让条文的讨论逐条讨论，甚至也释放出国民党团会把昨天的会议延长到深夜12点，但没有想到傅崑萁的言而无信，再一次的印证了国民党是多数的情况下，我们当然希望讨论，当然希望表决啊。那是谁造成这个很多事情变得一定要走向焦土？那当然就是因为民进党。选罢法审查调整两款讲法，后一步进入协商，和战场可能会搁再分化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